好，今日同大家去分享下呢個香港嘅樓市，大家最關心設身處地嘅地方嚇。咁香港喺呢個係2025年嘅10月咧，成個樓市嘅景象係出現咗一個前所未有嘅變化。因為點解咧？已經係結束咗呢個係加息週期，而進入咗減息週期。與此同時嚟講，我哋見到啦，政策嘅寬鬆同埋呢個係政策嘅扶持大量嘅我哋叫優才專才嘅人都流入香港，令至到我哋香港嗰個係物業嘅需求量、成交量係攀升。咁喺報章上邊，我哋都見到好多名人地產界嘅企業嘅龍頭，例如英軍集團啦，紛紛係增持一啲我哋叫做優質嘅物業。咁與此同時嚟講，就係行業嘅領袖表表者，亦都係資深評論員施永青先生咧，亦都係喺佢嘅平台裏邊咧發布咗對樓市嘅預測，係喺呢分鐘未來6年香港嘅樓市喺而家嘅水平會係攀升86%嘅。咁呢個預測嚟講，亦都引起市場嘅譁然，亦都係變咗大家我哋叫做係新聞嘅焦點。咁與此同時，亦都係報導咗係施永青先生喺呢段嘅時間裏邊咧，亦都係不斷係增持緊香港嘅優質物業。跟住落嚟，我就會解釋係香港係點解會進入咗一個叫做樓市嘅轉角週期，同埋我覺得香港係有啲咩利基令至香港嘅樓市會攀升。咁呢個亦都會係對我哋嘅投資或者係對我哋手持物業嘅朋友咧，係有一個叫前瞻性嘅睇清楚啲嘅嚇。咁因為我哋見到坊間上面好多朋友就係一路都係有唱淡嘅，亦都係有好似施永青先生啦，佢又唱好，亦都係自己去增持物業。咁我哋從一個宏觀到微觀嘅角度去睇，宏觀嚟講，我哋睇到啦，香港喺呢個係金融風暴之後，亦都係俾全球係睇淡，但係今日嘅 IPO 嘅體量已經係去到全球嘅第一。咁而亦都係響好多嘅外國嘅金融機構或者基金，響呢個係2025年都分別出咗一啲我哋叫做文章或者評論，係唔能夠低估中國嘅資產，特別香港嘅資產。咁所以令至到好多嘅資金重拾呢個香港呢個市場。咁同一時間嚟講，我哋見到歐美嘅股市同埋歐美嘅資產正向下走，因為點解呢？減息週期嚟嘅時候，自然就美元資產就會削弱，咁而一啲叫資金咧會追逐一啲高利潤、高增長嘅地方。咁而喺香港嚟講，適逢就係成個嘅呢個叫做亞洲金融中心，亦所以我哋見到除咗係國內係大量企業經香港出海之外，好多嘅外國基金、外國嘅資金都會係嚟返香港嘅市場裏邊係重拾香港嘅優質資產因為香港嘅優質資產已經係跌咗大約係6年嘅。咁所以嚟講，我哋見到呢波嘅樓市嘅反彈咧，大部分係有一半以上係國內落優質嘅資金係投入呢個香港嘅物業市場。我哋見到大部分嘅成交有一半以上係業主係用國語嘅譯音㗎。咁與此同時，我會睇未來香港會去邊方面嘅發展呢？因為響全世界資金都會面對一個出路，就係尋覓一啲優質資產。所以響呢個係除咗係中國佢哋嘅升級轉型各方面之下呢，其實佢哋好多國內嘅優質資產亦都會係嚟香港上市。咁所以嚟講，我哋見到香港金融中心嘅地位係不容忽視，亦都我會係睇高香港優質資產係睇高一線，同施永青先生嘅睇觀點係持平嘅。為咗更清晰咧去解釋，或者係我哋係香港處於一個咩週期，咁大家能夠更加明白成個香港嘅走勢。我哋見到樓市、股市有股市嘅週期，樓市有樓市嘅週期。咁
咁我哋點去睇樓市嘅週期呢？其實我哋樓市嘅週期往往係受一啲宏觀嘅環境、宏觀嘅經濟嘅影響，或者係一啲叫做係危機、一啲疫情影響，令至到我哋嘅成個經濟受影響，而拖累到呢個房地產市場。咁我哋喺過往呢，就係由1970年去到1984年咧，平均嚟講一個週期大約係10年到，咁係上升週期嚟講係5年，下跌週期係3年嚇。咁因為當其時嚟講係個週期較為短，咁響呢個係1984年之後咧，就出現咗一個改變，就係咩咧？中英談判，咁所以嚟講，我哋見到樓市嘅週期向拉長咗啦，大約係15年、18年呢個週期。咁響呢個係後邊嚟講咧，就係一幅咧，就係講緊係香港30年嘅樓市走勢。咁我哋可以好清晰去睇到我哋嘅樓市係受啲咩因素去影響嚇，咁大家去重溫一下。咁而我哋睇翻嚟講咧，響1997年嚟講咧，其實係我哋面對一個叫亞洲金融風暴嚇，咁而去到令至到佢嘅資產價格係大跌嘅嚇，咁去到呢個係1998年，去到呢個係2000年嘅時候咧，我哋亦都係面對一啲我哋叫做係沙士，香港嘅沙士。咁與此同時嚟講咧，當其時嘅物業咧都去到一個好低嘅低潮嚇。與此同時就係如果你響呢個係沙士嘅情況去買入香港嘅樓盤或者持有香港物業咧，我哋叫做係贏晒嘅，亦都係體驗到係最悲觀嘅時候、最低水嘅時候，就係我哋人心惶惶嘅時候。咁而家呢分鐘，我哋香港係咪最悲觀、最低水嘅時間呢？咁大家去衡量。我哋再解釋一下。咁去到呢個係2000年、2003年沙士過後之後咧，香港政府亦出台咗好多嘅刺激措施啦。咁與此同時嚟講咧，成個經濟大環境係向好嘅。去到2008年嘅時候，國際金融風暴下，美國係呢個次按危機係爆破之後咧，咁係亦都係插咗一插。但係與此同時嚟講咧，係回調得非常之快。響呢個係2010年嘅時候咧，佢嘅低位啦，我哋叫抄底低位咧，其實都係仲高過係我哋響2000年嘅。咁所以你見到凡係每一個低位咧，都係高於上一個嘅低位。咁我哋見到成個係通道係向上嘅。總體嚟講，佢物業通道係向上嘅。咁亦都係呈現咗係合理嘅，因為點解咧？我哋好多時係物業係反映咗經濟嘅載體，亦都係反映咗生產總值同埋我哋叫做通貨物價指數嘅。咁所以通貨物價指數咁多年嚟講都向上升嘅話咧，咁所以我哋呈現咗個物價係向上係正常嘅。所以令至到物業係存在一個特性，就係可以抗通脹。咁我哋咁多年嘅朋友早買早持有物業，都會形成咗今日嘅資產同埋財富。所以令至到我哋香港朋友持續咗50年嘅物業嘅投資咧，大部分嘅香港朋友一係就供得住層樓，另外就係可能持有3、4、5件貨品物業，令至到佢哋能夠產生一個叫做現金流。但係喺某個程度嚟講，隨住呢個咁嘅美國係加息週期嘅出現嘅話咧，咁我哋見到美國喺2016年嘅時候都曾經係出現過加息週期，咁所以令至個加息咧係去到呢個係2017年、18年之後咧沉底。咁喺2018年之後咧，我哋見到上升亦都係非常之凌厲嗰個走勢嚇。咁去到2019年嚇，咁喺中途嚟講咧，由於嗰個係國際金融風暴嘅資產泡沫爆破話咧，咁響香港政府係因為佢見到喺美國次按爆破之下咧，佢就係用咗好多嘅行政措施去壓抑個樓市，咁亦都係加入咗呢個係 SSD、BSD 再加好多嘢。咁呢個嚟講就係，但係都壓抑唔到樓市向上升，只係壓抑我哋叫做係買家市場係需求嗰種減量。但係與此同時，大家都知道係嗰個係貨嘅流通量或者賣咗之後賣唔翻嘅話，咁令至到好多嘅業主
情願係長期持有，亦都係變咗係持有物業嘅大贏家。咁我哋去到呢個係2018年、19年嘅時候咧，大部分嘅物業咧，我哋見到所有嘅人都係蜂擁而至，令至到香港嘅發展商因為價錢一路飆升嘅話咧，而響呢個係購買力方面咧追唔上咧，就將一啲叫大嘅單位就拆咗2個，變咗細單位，形成咗今日我哋市面上係大部分係蝕讓嗰啲叫做開放式嘅一房嗰啲細小嘅單位，咁形成咗呢批單位亦都係今日係大量供應嘅主流市場嚇。咁所以嚟講，我哋見到發展商係隨住市場去提供去適應市場嘅產品，亦都隨住市場嘅單價上升，令至到佢嘅我哋叫做係個冧心嘅上升。而冧心上升點去壓抑嗰個冧心咧？就係將個單位嘅面積去縮細，令至到能夠符合翻我哋香港普羅大眾朋友嗰種供款能力嚇。咁所以令至到一個單位去到最細嘅開放式咧係140尺，等同係一個車位咁大㗎。咁呢批嘅物業咧就係啱啱響風口裏邊係最高風險嘅，所以今時今日係最高風險就係呢班嘅物業，呢批嘅物業。咁與此同時嚟講，我哋見到週期去到呢個係2019年嘅時候咧，面對一個重大嘅問題，我哋香港面對一個疫情，經濟停擺咗之後咧，咁我哋見到嗰個係樓市週期係突打橫行嘅。咁去到點解我哋會向下行咧？其實係好大嘅因素，就係因為美國進入咗係2022年嘅時候嘅3月。進行咗一個叫做加息嘅週期，喺呢個加息嘅週期裏邊，喺1年半裏邊去到2023年嘅7月咧，係好瘋狂嘅加息，加咗11次。咁由原本嘅利率去到基準利率係0.25嘅，去到加到係5.75。喺呢段時間嚟講，我哋見到啦，好多嘅企業借咗銀行錢，借咗美債，借咗銀行嘅話咧，無論好多嘅香港嘅投資者特別商業咧，都面臨咗係一個高嘅利息嘅成本。咁喺呢個咁嘅持續係年幾之下咧，好多時咧，我哋見到要拋售物業去套現嘅時候咧，就係刺穿咗係房地產嘅泡沫，咁形成咗係好多朋友急住去出貨，令至到房地產係向下行。咁包括影響到係住宅市場咁樣，連同我哋見到啦經濟，所以一到加息週期嚟講咧，係現金為王，所以大家係日後如果係見到加息週期響手持係一啲重磅嘅物業或者邊皮嘅物業，就率先要套現。咁去到呢個咁嘅加息週期響2024年完結咗之後嘅話咧，咁喺2023年7月係停咗落嚟，咁喺2024年咧就開始進入減息，第一次減息。咁所以我哋亦都可以睇到物業係受個利息嘅影響係非常之大嘅。咁成個樓市嘅表現出現咗咩轉機咧？係咪我哋嘅樓市一路向下行，一路插到落去見底咧？好多朋友對房地產唔了解，就可能有啲擔心。而我哋一啲我哋叫做行業嘅前輩，或者一啲叫資深嘅投資者，或者叫做係我哋叫做係喺行業裏邊係把握嘅週期，亦都有昔日嘅經驗嚟講咧，亦都可以講俾我哋知道呢個係唔會嘅嚇，只會係要把握咗週期嘅旋律。嗰個旋律裏邊咧，我哋喺個週期嘅低點就開始去入手，咁而呢個入手嘅信號係點樣俾我哋去睇到嘅話咧？其實我哋係有4個條件嘅。第一個條件就係要係嗰個係利息係減息開始。第二個嚟講咧，就係嗰個成交量增加嚇。咁我哋見到啦，要有成交量先能夠推動嘅樓市向上嘅。咁第三嚟講咧，就係政府嘅政策有冇寬鬆改善嚇，令至到購買力係能夠釋放出嚟嘅。咁響第4個條件嚟講咧，係咪有租金嘅上行嘅壓力嚇，令至到會有係一個叫做係置業嘅需求。咁響呢個咁嘅4個條件之下咧，
喺呢個係2025年嘅10月咧，亦都係呈現咗俾大家嘅。咁我哋再去下邊分析一下咩要素咩環境係去到一個叫做大市一個叫轉角位。另外嚟講，我哋發覺啦，好多嘅朋友亦都係嚟咗香港因為佢本身嘅剛性需求、投資嘅需求而參與咗香港嘅房地產市場。呢批咧，我哋叫做係新嘅香港人、新嘅資金、新嘅資源流入香港，令至到香港隨住有咁多嘅新樓盤都能夠響消化。